移民署通知大约12000个中国配偶，甲因的囡仔，得爱伫3个月内来提出送死原则证明。有移民青年团体今仔就开记者会哦，因是呼吁陆委会佮移民署得爱延长补检的时间哦，嘛会当放任伊其他类似的文件来做证明。陆委会是表示讲，若状况特殊需要延期，陆委会会来检讨改进。 这个是在昨天凌晨的时候，那份表单已经收到至少60份的填答数。小连续收到60个中国配偶，或者是因的囡仔的心声。因为最近移民署发出通知，要求差不多12000个伫咧台湾定居的中国配偶，或者是因的第二代，都要补交失去中国户口的证明。移民青年民团指出，移民署甲陆委会强调依法行政。 不过，敢若透过一张公文，叫当事者3个月内爱补件，若无就会注销户口。历史真侪人感觉真惊吓，嘛唔知要安怎才好。这一封公文让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妈妈掉下眼泪。这样的程序其实往往影响的不会只有收到公文的当事人，而是一整个家庭。目前设定的3个月，对这些当事人来讲，其实感到十分不合理，因为这个时间忽略了两岸的行政差异，还有两岸的制度所带来的落差，其实都会看到非常大的焦虑。 因为相关的措施引起各方的怨叹甲反应，陆委会顶一日公布4大情形，会当透过法律上有效的方式代替。不过，移民青年民团质疑讲，这个方案敢真正有法度来解决大部分的人因遇到的困难？是否有效的为行政疏失止血？那行政单位应该要限期内公告，就是申请这些补件困难者的类型，又真正的解决了这些表达困难者的。 几趴？我自己是打不进去的那一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电话超级难打，因为我们60个表单看下来，一排全部都是他打不进去，或是他知道打不进去，所以他就直接不打。民团提出5大诉求，希望政府随公布申诉的管道，接受同款效力的证明文件，调整补件的期限，同时基层行政的负担，甲当事者面临情感的创伤。同时嘛，呼吁监察委员调查这届政策执行的方式，敢是涉及听书不当，或者是行政疏失。针对这点，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回应讲，目前已经有真侪人登去中国来申请，若情形较特殊需要延期的，陆委会会收集各种的案例，会随时检讨甲调整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